SMAT SCBA艇 1主要分開3個部分：一、背板；二、氣樽；三、面罩。先檢查氣樽上的 Series Number、生產日期、報廢日期以及有否破損。氣樽需5年進行一次水壓測試。檢查後，將氣樽套進保護套內。收好索繩，然後檢查背架，目視檢查有否破損、變形、零部件有否缺漏、喉管及供氣閥有否破爛。磅標指示是否清晰顯示，然後可以安裝氣樽。安裝氣樽前，先檢查背架減壓閥上的 O 型圈 O-rings 有否缺漏或脫落，以免使用時氣體洩漏。然後將氣樽套入氣樽固定帶內，將減壓閥對準氣樽，扶穩背架，扭緊對接口，索緊氣樽固定帶，黏穩魔術貼，並鎖穩扣夾以固定氣樽，然後進行3個測試：一、高壓測試；二、警報測試；三、面罩密氣測試。首先，按下供氣閥黑色按鈕以關掉供氣閥，以免開氣後氣體洩漏。扭開氣樽，磅標指針會顯示升至30 MPa， 30 MPa 即可供氣約45分鐘。當磅標升到最高，即按住氣樽上閥門，向相反方向扭，以關掉氣樽。關掉後等待1分鐘，觀察磅標，確認沒有下跌超過2 MPa。然後進行警報測試，先包住供氣閥，按一下橙色圓形按鈕以釋放氣體。當數值由 5.5 加減 0.5 MPa， 警報器便會發出鳴叫。完成測試後，可背上整套氣樽，扣好腰帶，並調整好腰帶及肩帶至合適鬆緊。再加以固定，以免腰帶垂落。套上全面罩頸帶，
調校固定扣以調鬆頭帶。撥開頭髮戴上面罩。校緊面罩。戴好面罩後，先進行密氣測試。拔開快速扣，完全鬆開喉管。插入呼吸閥，以手指封實喉管一端的進氣口，然後深呼吸一下。當你感覺到不能呼吸，即成功通過密氣測試。之後將封實喉管的手指放開，以作正常呼吸。面罩已完全緊貼面部。完成密氣測試後，拔走呼吸閥，駁回喉管，按下供氣閥黑色按鈕以確保密氣。完全打開氣樽的供氣閥門。檢查磅標以確定氣樽正在供氣。將供氣閥連接上面罩，隨即深呼吸一下以打開供氣閥門後即可正常使用。使用完畢後，按下供氣閥黑色按掣關掉供氣，然後拔下供氣閥，鬆開面罩。卸除整套呼吸器。根據氣樽閥門上的圖示，按下供氣閥向惡方向關閉氣樽，然後向無人的地方按一下供氣閥中間橙色按掣放氣。把殘留在呼吸器內的氣體完全排空。以無酒精消毒濕紙巾清潔面罩。特別是皮膚觸碰位置，以及接位內側。風乾可連同氣樽放回保護箱。